Hello, welcome 無啦，現在時間2026年4月17號星期五正午12時04分左右，正在進行緊嘅係好眼瞓啊，但係又好在應該係話，雖然主張申請呢個咁繁忙嘅時間翻嘢，其實係自己攞嚟嘅，因為係自己要求。點解自己要求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即係朝頭早啲碎濕濕嘅工作，真係碎濕濕。入夜嘅話，可能就係啲客都瞓瞓地呢，咁就可以專心一致，甚至乎講緊可能隔離部門啲人都唔會隨住客人所要求嘅唔同要求而走去，總之就少咗人煩啦，咁就工作會順利好多，或者係可以集中啲呢。咁所以入夜嘅時間，雖然話返朝頭早嘅時候都係返工放工，然後就放咗工之後就好似而家咁樣，真係死都唔開返，然後就攰到斷片，跟住就瞓，即係會係咁樣永無止境咁樣碌嚟碌去。但係返夜嗰個時間會再過得快啲嘅。所以眨下眼，今天就係17號啦。我呢檔期嘅翻嘢就嗱，唔好姑勿論啦，就唔好理禮拜六會唔會 OT 啦。咁今晚就會係呢段嘢嘅最後一天。其實係愉快嘅原因。真係時間過得好快啦，即係3、4月繁忙期，所以我嘅體感嘅感覺就係入咗26年到而家都冇乜點唞過，冇乜點唞過嘅定義係純粹係自己冇攞過 annual 啫，唔係講緊禮拜六日都好忙，唔係講緊呢樣嘢。咁你諗下，4月又攞唔到啦，5月可能攞返1日2日玩下 hea 下，跟住再眨多下眼，呢年就又過咗一半喎，又要加個又字嘞喎，每年都係咁，係咯。咁今年啲假會點用呢？係訂咗，因為 CC 喺7月尾有活動啊嘛，咁就已經係訂咗酒店啊、機票啊。之前可能都有講過，機票係偏貴咯，咁我又唔知道幾時叫平。平嘅話會爭幾多錢呢？我估應該去減價嘅話，會唔會係即係唔應該咁早買呢？我又唔知，反正都已經買咗啦。同埋有一好衰嘅，我會係好衰嘅地方係，當我個腦呢認知咗呢，有時啲嘢係得有同冇嘅情況之下呢，我就唔會理㗎啦，我就好少會理㗎啦。就高價買咗，都買咗咯，唔是但仲可以點咧？有好多事都係哪怕係自己揀嘅都好啦，一啲唔覺意俾你知道嘅事又好啦。其實有好多嘢都係得個知字。之後又係你會因為呢個知而
去衍生唔同嘅情感，或者去影響到自己嘅行動。所以唔知好過知呢個並不是最好聽。你講緊啲唔知啲咩呢？可能講緊人哋某個地方個小朋友俾人做低咗，咁到底係咩原因驅使到呢件事會成立呢？又或者到底係咩原因先會發展到一啲人所共知嘅悲劇？而嗰件悲劇發生咗之後，唔係去諗咩方法去做一啲補償啊、補救啊，甚至乎係杜絕再有類似嘅事情發生啊，唔係咯，而係喺相關嘅事情裏面受到影響嘅人，佢只不過係陳述自己某一啲嘅需要啊，或者係將一啲已知嘅事實陳述出嚟，就俾人覺得，或者係有人會帶風向話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甚至乎可能係講緊你覺得你慘，你睇下非洲嘅小朋友啊，一過咗1分鐘啊，佢哋人生就少咗60秒，佢哋咪仲慘過你，即係會有啲咁嘅講法。鬥慘大會鬥嚟鬥去，就係因為冇意義，所以好多嘢都真係知嚟之後又唔會，首先唔會自己會做啲乜嘢，個層次已經唔同啦。講緊係你唔會因為知道咗某啲嘢而走去做一啲嘢。然後當你知道咗某啲嘢之後，你決定去做某啲嘢嘅時候，咁你做嗰樣嘢又可唔可以改變到某啲嘢，而從而令到你知道嘅嗰樣嘢唔會再發生，又或者係會令到係受到影響嘅單位佢哋會有啲好過、有啲冇夠、有啲補償？冇，係唔會有㗎。你喐啫，或者受害單位受惠啫，但係你可能踩到人哋條尾，人哋唔高興，人哋唔開心，唔高興同唔開心會點啊？剝爛晒啲問號咯，邊個有問號嘅剝鬼爛佢？邊個出聲打到你 A 都冇得 A 咯，搞到你 A 都冇得 A 咯，整到你 A 都冇得 A 咯，係咯。即係西方列強世界嚟自歷史有記載以來，不嬲都係阻人揾食啊，阻人發達啊，做低你咯。用任何方法都得㗎，你要生勾勾喺度，你遇到會瓜老襯嘅啦，爭仲係點樣俾人整瓜啫嘛？係殘忍㗎，係殘酷㗎，係無聊㗎 work 啊嘛，咁使鬼諗新方法咩？即係哪怕話埋俾你知啦，我係咁樣做啊，我都係始作俑者啊，甚至乎係扣板嗰個係我啊！你吹到我啤啤醬咩？你落咗咩河啫？知道又點啫？做低埋嚟都得添啊！咁多爹係咁啊嘛個世界，然之後有一堆人睇到知道咗，佢哋為咗自己都可以有相近嘅權力，而去阿諛奉承，又或者佢驚下一個係自己，所以去擁抱呢個利益單位，然後去鞏固自己，或者係維護自己、維持自己手中嘅所有。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個地基喺咁唔健康嘅情況之下，都興建咗咁耐世紀，佢仍然係可以一直存活落去嘅話，咁咪只係冇辦法改變到啦。咁除咗接受之外，仲可以做到啲咩呢？冇㗎，可以做到啲咩啫？咪瞓覺咯，好似我而家咁，瞓覺啦。我仲要沖涼，你唔想知嘅嘢。我今日喺臨收工之前有少少空檔，搞咗
首先係着翻晒幾條長片啦，另外就係新增翻清咗少少嗰啲叫咩播放清單啦，咁就純歌就純歌啦，淨係即係齋歌就齋歌啦。然後係將啲總編集勾翻出嚟，咁就整一個清單去裝起佢哋啦。跟住再建立一個純歌嘅單，咁就將2年甚至乎係嚟緊嘅歌齋擺喺嗰個清單度。有咩用啊？就係唔會播下播到總編集出嚟咯。咁就純粹清一色嘅歌曲，咁就 random 嗰200幾首都幾得意㗎。但係我會覺得第一年嗰啲歌，一來自己冇乜點課金，二來係講緊 V2 啊 V3 嘅能力啊，咁嗰陣時就個讀性呢就要抽先會靚咯。上到4啊，上到5啊，唔係上到4就叫好啲，但係未係最好。5就開始好容易就會編織到一啲讀性強嘅或者係超級合心水嘅一啲編曲出嚟咯。都唔好講係首歌原本好唔好啦，而係嗰啲編曲已經要抽得靚都容易。咁佢更新咗 5.5 呢，到底我邊日課係最適合自己呢？即係最大用到佢呢？我覺得都係要入咗5月先得咯。所以而家都仲係做緊免費仔之餘啊，即係倉底仲有10零20首歌係未擺上嚟嘅，真係未得閒整片。開始對某啲文本係個記憶力減退啦。然後總編輯今日係整理嘅時候呢，係錄到90幾嘅啫。我上年係180幾啊嘛，即係仲有成80-90隻。一諗起呢個數，又有少少眼前一黑嘅感覺啦。睇下點呢？好啦，今天時間真係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見，祝你週末愉快，拜拜。